之前美国总统川普指控台湾甲晶片产业偷走，但是切切伊的态度是软软，讲无怪台湾，另外是批评拜登政府爱负责。针对台积电扩大对美国的投资，国民党地位是批评经济部长郭智辉失职，无掌握状况。美国总统川普进前讲出台湾偷地走美国晶片产业言论，引发各界议论。不过，伫台积电董事长韦特加宣布增加$1000亿投资了后，当地时间7日，川普虽然搁再讲到，不过态度敢若甲以往无共咯。Now it's almost exclusively in Taiwan. They stole it from us. They took it from us, and I don't blame them. I give them credit. I blame the people that were sitting in this seat. 加指头指向拜登政府，川普批评晶片法案动送美国的晶片江山。咱经济部长郭智辉是讲，台美先行制定时间至少会差42个月。川普讲取消晶片补助，对于台积电来讲只是恢复原点，更加不利的是对手英特尔。不过对着是毋是有事先甲政府讲这样计划，郭智辉讲唔知影。互国民党烦恼台积电互美国搬空是早办的代志。有事先甲你讲。这无，钱还没汇出去，你是咧？无啦，技术要出去。嘛爱你审啊！所以这款的物件，因就是有把握嘛。我们都知道国发会也是我们台积电的第2大的股东，在做这个重大政策的时候，是不是没有经过董事会？那这样可能就有违法的问题。总统府跟行政院确实都掌握刻意的以美论，或者是美积电这样的抹黑的说法，可以停止了哈。这对台湾、对于台积电都没有任何好处。因经济部强调，郭部长意思是投资心在部分，又也未正式执行决定，所以讲投审会也未收到正式申请案。只是怀疑美国的言论一直传出来。不过学者认为，川普2.0强势回归，就半导体优势战略地位来讲，台湾比乌克兰重要。台湾的歹过不过更加安全。川普其实间接给了我们保证了，如果中共打台湾的话，它是件非常大的事情。台湾很多人是没有听懂，北京一定听懂了，集中精力对付中共。然后把乌克兰这问题呢交给欧洲、美国来保卫台湾。学者评估前后有卖看给台湾的重要性，因为美国已经认清事实，中共才是自世界大战以来对全世界民主甲自由上大的威胁。记者综合报道。